有啦，頭先講過埠新娘呢一樣嘢啦，就話香港女仔可能會同外國女仔結婚啦嚇。咁再講一講我哋呢個台啊，其實我覺得咧，我個台嘅方向咧都幾重視女性嘅觀眾㗎。咁所以咧，我都會盡量表現到自己係幾咁嘅 gentleman，幾咁嘅有風度嚇，盡量咧可以滿足到嗰啲10幾歲啊、20幾歲啊、30幾歲啊、40幾歲嘅女性觀眾啊。咁細路仔聽下都好嘅，你聽得多咧，你都可以做一個 gentleman 小朋友。所以對唔住班男人啦。即係提一提大家，你而家講任何宗教嘅嘢咧，都會趕走呢啲女仔，因為啲女仔真係唔係好想聽任何關於宗教嘅嘢。佢最憎就係話咧，你哋話佢哋喺宗教上係錯，佢哋最憎嘅樣。你越係講呢樣嘢咧，佢就越係走啦。所以就我諗啲男人咧就真係忍下啦。你想接觸女仔咧，咁就呢啲嘢咧就可遇不可求嘅嚇。譬如你工作上就可能有機會啦，如果你有工作，咁你可能工作上咧就會遇到佢哋。但係我諗你私人咧情況咧就比較難啲噶啦嚇。係啊，唔係話你做個有風度嘅男人咧，就會成日有班女人咧切出喺你身邊轉，咁唔一定㗎。OK，咁呢樣嘢咧就提醒下大家啦嚇。OK 啦嚇，和平就。